今日同大家分享啟田村4到6人單位裝修設計，全屋實用面積460尺，現代輕奢風格設計，間2房，入門口做一個 L 型 C 字櫃，同樣係餐邊櫃，餐廳仲有個矮櫃，客廳整體空間非常充足，電視櫃做輕奢風格，搭配玻璃門格柵燈打元素，梳化背景牆搭配格柵，同樣都係間房嘅牆。兒童房佔用客廳部分空間，用木板做間隔。房間內就做 L 型上下床，粉白藍配色。上床圍欄設計有型，下床做衣櫃儲物空間多。主人房就做滿牆衣櫃連窗邊書台，地台床做4尺，空間用到盡，實用儲物設計為主。廚房空間大，門口做到儲物櫃同埋雪櫃位置，櫥櫃就正常做 L 型地櫃加吊櫃，留返洗衣機位。廁所就做洗手櫃加智能鏡櫃最實用。最後大家需要裝修歡迎 PM 我免費報價啦。